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约60名西藏时许藏人因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而遭捕；西藏前政治犯顿珠多杰在拉萨离世；司政在西藏民主日赞扬境内藏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司政边巴次仁向达赖喇嘛尊者汇报访问拉达克的情况。司政边巴次仁为中伊边境冲突中阵亡的尼玛丹增烈士塑像揭幕。瑞士藏人抗议2022年北京冬奥会。驻北美代表会见美国国际开发署副助理署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中共当局于上周四8月26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曲县温波镇逮捕了约60名僧俗藏人。当局指控他们供奉和私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根据消息来源指出，中共军警在过去的数个月里，在石曲县温波镇进行各种突击搜查。8月22号，当局派遣大批军警抵达温波镇，对温波寺僧舍和附近民宅进行了突击搜查，相续逮捕了约60名僧俗藏人，包括19名僧人和约40名俗人。其中遭捕的僧人为罗桑登南、帕加、丹增洛色、班多、加喜、曲觉、嘎丹、西肉、强白、达洛、曲巴、索南格勒、丹增诺布等，而其他遭捕的藏人目前无法获悉身份信息。但消息人士指出，上述遭捕藏人目前被拘留在石曲县公安局。在温波镇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3天后的8月25号，中共官员在当地召开大会，警告藏人不准私藏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禁止在手机上分享或发送任何敏感信息给境外藏人，并拥护共产党的领导。2021年1月19号，石曲县温波镇19岁的僧人丹兹尼玛在中共监狱关押期间遭受酷刑虐待，在多次送医治疗无效后不幸身亡。在该事件发生后，当局加强了对该地区藏人的清剿行动。与此同时，根据西藏境内传出的消息，为西藏人民争取基本的自由与权利而身陷囹圄的前藏人政治犯顿珠多杰，于上周三8月25号不幸在西藏拉萨离世，享年74岁。由于中国政府管控信息渠道，目前无法获悉具体死亡原因。据悉，顿珠多杰长期直言不讳地争取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1992年5月14号，他在纳曲地区被拉萨的情报人员逮捕，随后他被当局非法判刑，先后在拉萨的古扎监狱及其他监狱服刑2年零8个月。1995年1月获释。此外，在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民众迎来第61届西藏民主节之际，藏人行政中央于昨天9月2号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了西藏民主节第61周年官方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活动上发表嘎夏的讲话时，赞扬了西藏境内的藏人同胞在中共残暴统治下所展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并对他们的牺牲和不懈的努力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司政表示，만주 투진기 제고 지송 슈심베 갑들 시슈 분다 넘버 투진기 참지슈와단다 녀람 개슌기 갑샤까베 탭나지 트람데 슈중 나초 좀직당 표시외 징조 땅내 롱어 든주 코리ring 이야게 지송기 준조 체수 테리를 마되버 그 미리기 고 또시기 독습 시주 윤두 담자체와 대대오 체계기 회기 추리당 게 유금 실루 상보 순급기 샘슈게데 초용내 배준 낭시바 테르 닝 은에 거진 소신 여바다
대니 전주 표민남 손해기 송왕 튜네 임바당 표든 탑수기 닝도 기사 임바 임베 시제 현존기 계산 뉴르도 셰베 밀람디 아주 투몬기 정의수 룸신 푸른 문규기 초수 공바 듬부 셈슈 마차바 나로 셰 슈규인 在谈到达赖喇嘛尊者富有远见的领导下西藏民主的演变时，思政指出，自流亡初期以来，西藏的民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主制是我们争取自由的力量和凝聚力的最主要条件。在昨天的官方庆祝活动上，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同时放映了达赖喇嘛尊者关于加强西藏民主机构重要性的视频。此外，司政边巴次仁和最高法院大法官达波索纳诺布在活动上分别向2021年印度全国10年级和12年级统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藏人学生颁发了奖状和证书，并发布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兄长加勒顿珠先生的个人传记。 以及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2021年夏季文化汇演音乐专辑举行了首发仪式。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9月1号上午通过网络视讯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向尊者汇报了自今年5月上任司政以来所展开的工作事项。 在觐见期间，司政边巴次仁向达赖喇嘛尊者汇报了他于8月下旬访问印度东北部拉达克首府列城和江塘地区的藏人社区的情况，以及他在今年5月担任司政以来所开展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结束对印度东北部拉达克地区的访问行程，返回达兰萨拉后，于本周一8月30号在达兰萨拉为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阵亡的印度特种边境部队的军官尼玛丹增烈士半身塑像进行了揭幕。 司政边巴次仁在揭幕仪式结束后，向媒体介绍了尼玛登增烈士在中印边境冲突的高峰期，在班公湖南岸执行边境巡逻任务时英勇牺牲的事迹。在上周访问拉达克地区期间，司政边巴次仁与尼玛登增烈士的家人会面，并在当地与藏人官员一道为这位烈士的半身塑像进行了揭幕。 另外，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藏人社区于上周六8月28号组织了一场从苏黎世市到中国领事馆的脚踏车巡游活动，抗议2020年北京冬奥会。在当天的抗议活动上，与会者为纪念所有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藏人烈士。 80多名骑脚踏车的藏人和支持者身披西藏国旗和穿着印有自焚藏人头像的衣衫，从苏黎世车站出发，前往中国领事馆进行游行抗议，呼吁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政权统治下各少数族群的声音。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珠次仁和秘书长扎西顿珠于本周三9月1号会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新任副助理署长安加利·考尔和乔泰勒。代表欧珠次仁在会晤期间感谢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流亡藏人社区的大力支持，并讨论了该署向司政边巴次仁对藏人行政中央实现数字化的愿景提供资助的问题。副助理署长安加利·考尔承诺，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全力支持这一愿景，并继续与藏人行政中央合作。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